想要食营养？我阁有一个人无牙手呢。哈，阿川你不爱食营养哦？好，你去摕糯米粉来，好吧？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好啦，哎，粉红啊色的。对。对。有2杯哦，但是爱足细粒。那写个罐物件，甲其他写罐。你甲我量150，好吧150。150啊，好。阿妹，好，搁继续，较出力的，唔免惊。好，咱甲边仔烤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用手咯。你这是哪色的？对啊。然后这是红色，然后这是什么色的？无色呢。还是你在什么色？喂，我的手袂当踮在遮是无？哦，好，好，安尼你豆豆用，我先去开迄。阿哥，我勇敢的在，哥哥勇敢的在。你用机？哈？搁有一个啊，阿川。伊叫我用滴啊。叫你用滴哦。对啊。遮。你要青色还是要白色？阿川。哈？我青色。我最常入去。好，你中餐。怎无？对，拢好落。阿公，你敢会晓数圆？会晓。会晓数圆是无？妈妈，我会使用手讲是？对，你要用手数吧。袂。好，放一粒你感觉有一丸就会使啊。啊，2只手安尼，数。好，你看我数好一粒啊，你敢有法度？试看觅。阿公安尼。妈妈，我看。这么大块圆啊！一定足好食的。你看安尼吗？阿公，你安尼毋是圆啊？爱生像安尼圆。我要红色，我要红色。迄咪红色，迄是叫我色。这更是叫我色，真有足叫的。敢要青色？妈妈，你看我一介数两个。好，你会当去做色啊？无。啊，毋是哦。你甲社会高大意。煮米粉，鱼啊，好食，生鱼啊。